伫咧1867年，白卡代表身份的年代，英国宣教师李修甲伊的太太伊莱莎伫咧台南办女学堂。入学头一个条件，就是偷开骹白，甲传统阶级意识的查某就学之路并练长。百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毋是 her story。咱拢知影讲，古早时代的大家闺秀，就是爱白卡。李修牧师一开始伊要创校女校的时阵，伊的一个梦就是台湾的女性会当通过偷开这个白卡步，也是偷放因的人生，有无同款的梦想。李修牧师伊还未完成伊的使命的时，伊的积劳成疾那落尾伊的愿望，就是互伊莱莎牧师娘带着这个女主的宣教师，共同来建立这个学校。中英女中建校到今有135年，造就全台湾历史上悠久的女校。校内出名的红楼是1923年起的，厝顶有一个八角的塔，有英格兰建筑的特色，是当时南部上水、上礼道的红砖仔建筑，嘛是校友回忆的青春之地。以前阮在读册，规个办公室、教务处啦，什么处室总务处啊，都是在这边1楼。我迄阵咧上班，就是拢爱安尼，逐日安尼开窗啊，对，然后卡榫，把它卡榫住。那嘛是古早门，那这个木板还特别留下来的，因为有踩踏的痕迹，留下这些树节。那以前学生住校嘛，然后他们就会在琴房练琴。迄个时阵有真侪姑娘来，就是教音乐。伫阮的中辈，足侪人做过弹琴啊，所以到阮的时代吼，阁有一寡迄个钢琴教室、音乐风气吼，比别间教会会较出色。是一个你会当去影响社会，会当去影响这个家庭，做一个真自信的一个查某人。我感觉讲吼，这就是为什么伊会当做女性的这个地标的一个真重要一个所在。这个地标上顶的，就是台湾女性讨棒运动的开始。做这个姿态啊，就是一个天然解放的脚，它其实可以迈进即将跳跃的那个姿态。你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个罗汉松慢慢成长壮的因子，你可以自由的舒展。以前的那种女性被缠足那个扭曲的样子，其实心里是冲击很大，因为跟自然脚型的对比，你就知道那个是多么的约束限制。第一届学生敢若19个，唔但求知识，嘛重生活技术的训练。查某囡仔骑马步做体操，会当讲是迄当时无人有的特色。踩踏岁月，走过辛酸，一半传统，一半创新。咱就清调创校甲进，唯一无改变的，就是咱的校训：心、梦、爱。有这个女子学校的设立，让咱的女性有这个权利去入学、去受教育。咱的人生因为受到教育，会变甲足无共款。1887年到即马，一代一代台南市中英女中的学生，透过实践家己的人生，贡献社会，创造属于家己的价值。